好，来继续来看财政收支未分发出差错的争议，继续来探讨。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今仔日承认，讲计算的公式确实是有欠点，但是嘛批评行政院为什么一直未提出到行政院的版本。民进党的立委马上来反呛，讲当时纳白所提出的法案3分钟就快速来通过，根本就未好看。总统赖清德今仔日嘛批评，讲在野党主导的财政收支未分发，都是未接受行政院的复议甲提醒，才会造成大错误。财换法修法之所以铸成大错，蓝营的县市首长有地方包围中央的心态，在野党过半，完全不接受行政院的提醒。也拒绝了行政院所提出的复议案。鸿蒙人那也通过在违法的问题，总统赖清德为打了正当，批评公式唔对，造成345亿分配无平均，会互台湾各地方发展无平衡，分配无公平，群中央重地方，造成每年预算的编列困难，另外纾款也无统一。而且根据试算的结果，包括基隆、新竹县、彰化、云林、嘉义县市、甲花莲，真侪县市分配额拢比去年较少。所以我们可以清楚看得出来，屠刀一直都不在民进党的手上。我想昨天我并没有发言，因为我不愿意做一个抱怨的一个县市长。我认为修财划法是正确的，没有很周详的一个考虑。蒋贵港才参加卢秀燕开的记者会。新竹县长尤文科这段话也点出家己人的修法有问题。另外一边，立法院国民党团也承认公式突袭，离岛方面的计算的分母计算错误，所以这是一个小的瑕疵。其他都没有问题。刚当时，国民党也将炮灰向准行政院。我们一直期待着行政院去提出他们自己的版本，但是行政院不但没有提出自己的版本，反而认为说现在就是最好的版本。是当时在财划法修法的时候，在1个小时内提出了8个版本，根本所有的立委根本来不及看。行政单位也来不及细算，这是蓝白立委出的问题，现在却把这个问题全部丢给执政党。面对在违法的争议，行政院长邓永泰将伫这礼拜日分别邀请县市首长做会讨论出共识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